位議員，請阿李廣宇議員。多謝主席。數據互通咧，其實係大灣區融合發展嘅一個必答題啦，即係都必做㗎啦。咁本人亦都作為金融企業嘅一個創科嘅推手啦，所以係絕對支持今次我哋推行呢個大灣區標準合同嘅，咁啊可以便利翻個人信息安全有序咁跨境流動啦。現時其實大灣區呢個標準合同咧係主要涵蓋翻係個人信息嘅跨境流動嘅，咁特別係醫療啊、金融呢啲方面啦。但係對於產業發展同樣重要嘅呢啲企業科研、臨床試驗、供應鏈甚至係啲研發嘅測試啲數據咧，其實都唔包括嘅。咁啊發展起嚟咧，就算係即係做呢樣嘢咧，速度亦都比較慢。所以我想了解下有冇一個時間表。咁另外咧，我喺下一步工作入邊咧提到啦，係我哋將會深化人工智能、區塊鏈、網絡安全等領域嘅合作。我想問下當局咧喺未來有冇打算喺風險可控同埋分類分級嘅原則底下啦，我哋針對翻啲特定嘅產業或者啲應用場景，可以再加快去建立翻呢啲嘅數據嘅跨境嘅試點、白名單，又或者一啲綠色通道啦。咁譬如會唔會我哋先單向再雙向啊，從而令到成個法規監管嘅阻力比較少？又例如其實人工智能發展咧，對於算力能源嘅要求亦都越嚟越大啦。國家近年咧係推動緊呢個東數西算呢個工程嘅，咁啊優化翻全國算力嘅資源分配啦。咁局方會唔會考慮參考翻以上嘅工程，去研究去推動翻呢個跨境算力嘅一個協同嘅試點，便利翻一啲香港嘅企業咧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部署翻一啲部分嘅算力嘅設施啦嚇，從而可以降低翻本港嘅 AI 企業喺發展上面嘅成本，提升翻整體嘅效益咧。多謝主席。好，咁啊請阿副局係。好多謝主席，亦都多謝李議員。第一方面咧，李議員頭先提嘅咧就係我諗簡單而言時間表啦嚇。其中我哋最先咧，即係因為阿議員講嘅，其實而家我哋涵蓋係個人信息。咁議員提嘅就係將來譬如涵蓋一啲嘅企業信息啊、科研信息。我諗我哋係有積極去同國家有關嘅部委啦，尤其是網信辦啦，去溝通同埋跟進嘅。咁最先咧，我哋相信就會喺河套，我哋期望有個先行先試嘅。咁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啦，喺河套度，當我哋積累咗一定經驗啦，亦都咧其實係好穩妥、安全、有序嘅情況之下，係咪可以再進一步擴展或者涵蓋嗰種類別，可以去擴寬呢？咁我哋相信係可以嘅嚇，我哋亦都係呢個努力嘅方向。咁所以希望咧可以爭取喺今年啦，先喺河套有一啲先行先試行通咗，咁就可以有第二步、第三步咁啦。咁而其實咧都就住議員頭先有提咧，就譬如我都有回應阿莊議員嘅時候咧，有講到事實上咧國家而家咧佢哋亦都係好着重咧，就係點樣去進行一個嘅數據跨境嘅一個流動嘅促進嘅。咁因此咧，其實除咗我哋呢個標準合同啦，國家網信辦喺2024年3月咧，其實都係實施咗啦，亦都頒布咗啦，就係有一個叫做促進和規範數據跨境流動嘅規定。咁呢個咧其實係對於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譬如學術合作啦、跨國生產製造活動入邊所產生嘅收集嘅呢啲數據咧，佢只要係當中佢唔包含一啲個人信息或者頭先我哋提到嘅重要信息咧，咁其實喺呢一個規定下面咧，佢都可以豁免咧去到申報一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嘅。咁喺呢方面咧，其實國家就已經都係行緊咧，就係拆牆鬆綁。咁因此喺啲咁樣嘅基礎之下咧，係便利咗絕大部分一啲我哋常規嘅同埋科研數據嘅流通。咁我哋點樣可能都係可以去接入到，再進一步喺呢個基礎上擴展多啲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其實積極去做緊一啲工作籌備。咁最後議員頭先提到咧，就係譬如一啲跨境算力等等咧，咁我哋都理解，因為將來咧好多其實人工智能一定係一個嘅新嘅一個風口啦，同埋可以促進到好多產業嘅變革，亦都係我哋一定要捉緊嘅機遇。香港喺呢方面都係我哋緊密佈局啦，大家見得到我哋因此最近亦都有一個令人覺得好振奮嘅，就係我哋沙嶺數據園啦。咁所以將來咧，我哋其實喺算力嘅佈局啦，乃至到跨境算力呢啲咧，我哋都會係去考慮同埋去籌謀嘅。多謝主席。好。